么样？我们好不好？好。你细看得到吗？刚才没有吧？今天成果不错，下来了正好看到，正好看到在读这，因为望远镜在看我们的，想发现什么我就来了。正好看到他们坐在这里等我们，对不对？休息，我又看到一些，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跟他们大家一起坐一会儿了。等太阳下去了，光线好了，我们去拍，可以吗？我去班内。班内了，走来了，走回来了。不是，是从这个上一起。我以为你走过来，刚才。你厉害了。我看一下，也不多啊。没搞过带我们。啊，没事了。我有一个里面。那过来过，那过来，没。那不行了，这个换的可以不行。这包了包，啊。那老嘛，哦，也不多，也不说了多。开天来了，开天来了，开天来了，也不多，那是不是？也不多人来。他的东西肯定好，我的不行。这样子来，嘿嘿嘿。去哪里了？去这嘎子干什么？买木头，能买了没有？木头，做房子吗？对，造房子。啊，我不知道造的那个，年轻时候造的那个，啊，这样子。是的。对对，我以为你自己买。哎呀，你没有，你过去嘛什么？现在去干什么嘛？你们又没事嘛？干活，哎呀，这个麻烦了，这有木头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太麻烦了。我们那个山上里面太麻烦了。哎，你怎么穿这个衣服？对，有这个衣服穿起那没事。不行吗？这样？那这样不穿的时候，那个公安局的那个太麻烦了。你不是共产党吗？对，我不忘初心啊，为人民服务，厉害的。对不对？去哪里现在？我不去。我就在这里拍拍打狗嘛，拍拍打狗，看看他们的生活嘛。这样那要帮他们吗？你对，我去帮他们。这段是什么？啊，在干活，啊？啊啊啊！是。干活。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啊啊，好的。当然就买的。
acha betul ta. Ta, acha betul ta. 过来，多空去没得，多空去没得，看什么了？哎呦啊！这大家好的呀！嘿嘿。 Jadi tengah mula setting. Right. 他的耳朵听不见，所以他说话能力稍微有一点欠缺，但是人非常好。这是我们的朋友。有一个。说声拜拜。拜拜。啊。何してよ。啊。你家。啊。怎么知道的？大木那里。遇到了，前面是这里，好多我兄萝卜这里，他也会进来的。萝卜。这是一蟹，它也开始进来了，厉害了嘞！啊！哦，那也不多了呗。你叫一些什么？一些什么？你看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啊，全部名字。一些多了，对不对？萝卜的名字叫我兄萝卜，对不对？嘛嘞？谁有萝卜？谁有萝卜？石油萝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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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不错，人好嘞。这边的人都不错嘞，坏的人没来嘞，今天。这个人长的胡子有一点意思嘞，后面几根嘞，山羊一样嘞。哎，转一下过来嘛，好看。早晨7点多，他们起来开始挤羊奶帮羊，他们是很辛苦的一群人。
还有的人在家里还在睡觉呢。它每天早晨很早，但是冬天的话会很冷啊。今天我把车灯开着，给他们照一点亮。平时他们可能习惯了黑暗里面放羊吧。今天他们可能觉得很奇怪，还有灯呢。这边好像很亮嘞。这里面就一个男的，东队，他也在挤奶。早晨起来的很早了。패시. 됐다. 빠져. 말해.
拍戏了，视频是的，拍电视的。电视是也拍戏。啊，那个，哎，come。这大哥，Hello 呀，welcome。都这吧，他怕了。咋办那个了？就是。走吧。这个嘛，爸妈，阿布了，阿布，啊把那阿布，啊，把内阿布，他们叫我把内假妹，把那点，腔里面，下面把内假妹来了，把卷带了哇，真的。啊，都是，咋吧？默默下手。跟我这个，他怕了。爸妈，哎妈，阿伯。啊，感谢，阿伯。啊。阿布不是，他是爸爸。你一起和大漠两个人一天到晚打来打去，一打来听手机嘛听不见，要放到耳朵上面听，那是大漠。播了点歌，啊，播了点歌了，播了点。谁啊？很多钱，这个你唱的是，这你看黄的是。那你要搞这考你唱的是。那是你看，要当东西叫谁呀？你说你唱。这搞多长呀？那不知道你给个子是你听的。
이따라 씹고 놀어.要不要一사람？OK 好吧。습곡 나. 被子吗？啊，差不多一样。睡觉的话，不热了。像我这一样嘛，睡袋嘛，弄一个袋子可以。漂亮是漂亮的，睡觉的，开玩笑的，伊特拉在织东西，他说是睡觉的被子嘞。他每天都要织，每天织一点，织一点，然后织了那么多，颜色是彩虹一样，漂亮的很。人气对不对？这老板帮我算账了，我买了一些东西，今天、明天不知道，可能再加一点吧。
哎干，哎给妈，我。这是一天的吗？还是几天的？一天一天的。那蛮不的，忙不有，是吧？ 이틀에 식재를 말하네. 식재 거 말하네. 가장 거. 어. 那个鸭啥都不要，鸭脖。那我现在都有。什么时候过来了？刚过来。人家黄爷那个新疆同学弄的。大同学同学，这是吗？这么些。同家，看一下这个可以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早上来的。早上来的。啊，你这样穿我看不出来。看见吗？认不出来，你这样看呢，认不出来了呗。哦，今天来上了。干什么嘛的？买东西？对。啊。对。